高氏家族成員之一高山最近經歷咗生命中一場大考驗。2025年5月14日，5歲嘅高山因身體不適就診，經檢查發現佢脾臟嚴重腫脹，左腎亦都有可疑組織異常，情況危急。若果再拖延一步，後果難以想象。本團即時安排緊急手術，成功為高山爭取返寶貴嘅一線生機。時間返到2020年，當時高鼎同高露最初被發現喺路環高頂馬路一帶，被市政狗房捕獲。獸醫確診兩隻狗狗健康狀況極差，本團展開拯救，送往獸醫院接受留院治療。其後再發現佢哋嘅家族成員，包括高山、高登、高進、高飛，亦都陸續喺市政狗房由本團接出。義工到場嘅時候，眼前一幕至今仍然歷歷在目。幾隻狗 BB 瘦骨連順，腳掌彎曲變形，一抱上手，皮膚即係滲出血水。對於經歷過無數救援嘅義工而言，呢一幕係本團史上最慘烈之一。5年過去，高氏家族中只有高飛幸運被領養，其餘成員一直留守犬舍。但係命運冇令高山孤單，喺犬舍入邊，佢遇上咗男神 Hunter， 兩隻狗狗相依為命，互相取暖。喺歲月裏邊，佢哋築起咗屬於自己嘅小宇宙。今次手術係高山狗生另一場挑戰，但就算捱過病痛，前路依然迷茫，屬於佢嘅家依然未出現。人來人往，冇人肯停低腳步，為高山留一個位置。高山回家之路仍然漫長。高氏家族命運多舛，只希望大家唔放棄，唔遺忘。唐狗喺眾多流浪動物中最難覓得歸宿，犬舍入邊有唔少唐狗已經喺度住咗超過9年，希望佢哋都可以有機會尋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。